后来继续来看高雄，昨是变大雨出大水，一个36岁小姐骑着乌倒摆要去上班，骑到公山的时阵，摔落一个当咧施工的水沟，互大水冲去。5点钟后找到人，已经过往了。家属真悲伤，嘛真气愤，讲当时这个施工的区域并无设警告的标志，才会害死人。家属要向市政府来申请国家赔偿。 透早日落雨，骑车出门上班。36岁林姓女子疑似摔入排水沟里，叫大水冲走去，找到的时阵已经是冰冷的尸体。家属痛哭失声，无法度接受。伊8月初才带过完生日，10几天离异，就因为一场雨失去性命。事发的地点伫公山区昆山西巷高速公路下面的沟仔。目前现场有放这护栏给围起来警示，不过家属质疑，前一天才并无做好安全的措施，来提起民众，才等咧施工。在那施工里挖一个洞，没有人知道啊，你又没有做任何的防范措施，前情该申诉的那些东西，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个动作。 这个工程是由水利局委外进行，是毋是有做好管控？意外甲工程是毋是有关系？会搁再深入厘清，家属嘛申请国赔，争取应该有的权益。